釋放榜象徵人生另一階段開始，係時候着手策劃未來，揾出屬於自己嘅路。充分嘅準備有助規劃未來。如果感到猶豫，鼓勵你尋求師長嘅意見，提前進行實習，更明確自己嘅職業發展路向。積極搜尋唔同嘅升學資訊，揾到合適嘅發展方向。凡事皆有無數嘅組合，只要勇於追夢，一定揾到自己嘅一片天。探索緊前路嘅你，不妨喺唔同嘅範疇嘗試多啲，發掘自己嘅長處，迎接美好前路，朝着目標進化，探索無限可能。祝福你哋！